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的恩惠与怜悯赐给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，成为你们这个未来一个礼拜生活的帮助。作为一个信徒、基督徒敬拜上帝的人，对我们所敬拜的应该有所认识。有所认知，不但有所知，而且是要深知。今天早上两处经文告诉我们，信心有3个很主要的要素。第一个就是头，信心少不了头啊。信心没有头，你就是糊里糊涂的相信。你要用你的头，用你的理性去认知，去认识。去知道，去领悟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谁，去认识，去深知他的话语。第二个，我们不但要知也要有心。我们要用你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将我们所认知的上帝。所认识的上帝，接纳在我们的心中，常驻我们心中，永驻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根植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它扎根，它成长，它开花，它结果。我们不但要用头去认识，用心去接受，而且我们要用脚去实践，去力行。就像今天早上刚才所读的那个使徒保罗，他深知他所信的上帝，他也明白上帝的真道，所以他愿委身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当传道的，当使徒，也当教师，而且为了福音来受苦，都不以为耻。这样的侍奉的态度，根基于他所知所信。所以今天早上就跟弟兄姐妹先分享第一个知，我知我所信的上帝是谁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多少人你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？要回答其实也很简单我当然是敬拜上帝，就是很简单。但是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？能够再这样回答的，我看就不会很多了，很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对我们所敬拜的上帝，你要知，不但要知，要成为知己，跟上帝成为知己。对上帝的话语，圣经，你不但要认识，而且你要领悟。圣经讲你要深知，我们可以从3方面来学习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来认识我所敬拜的上帝。第一个，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上帝。许多人很容易就说我认识我敬拜上帝，但是他的上帝跟圣经的上帝是有差别的。所以信徒，你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上帝，这是唯一的道路，也是正确的道路对于圣经，我们是真的要用心去研读，用心去查考。圣经是用人的话语
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吩咐诫命，将上帝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情，用人的文字把它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在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种族都去翻译他们在说在用的文字。我们都知道，文字本身是有意思的。那个文字本身不但有意思，那个文法本身都有意思，那个文句本身都有意思，那个文脉，那文章的脉络上下都有关联的。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心去查考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误解上帝，也帮助我们避免误解上帝的真道。其实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上帝的属性。圣经从创世纪记到启示录，全部的圣经里面，在详述上帝的属性。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强调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明。那上帝的属性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很简单，很平常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上帝是爱的上帝，没有错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。我们所拜的上帝绝不是好好先生，请我们记住这句话：上帝绝不是好好先生。有许多人呢，在讨论行为对或者不对，常常只强调前面上帝是爱，后面那一段上帝是公义的，他不讲，这是不行。这个不能叫深知上帝的真理。我们也都知道，上帝他是无所不在。真的无所不在吗？上帝无所不知，真的无所不知吗？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，就没有所谓暗中暗昧的事情。我们也知道，上帝是永远活着的上帝。真的，上帝永远活着吗？我们也知道，上帝是至高、至大、至尊、独一无二的，是真的这样吗？我们的心中，除了这个上帝以外，还有没有另外的上帝？许多人就这样讲：我是无神论。不要忘了。他无神论就是他的上帝，只是他的上帝名字叫做无神论而已。我个人布道也碰到那个退伍军人告诉我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三民主义。那他其实他也是有信，他有上帝，只是他的上帝叫做三民主义而已。每一个人都有上帝。每一个人都有神，只是你的神、你的上帝跟圣经讲的是不是一样？我们要去用心去查考。刚才我们祷告，司礼的人带领我们一起念主祷文，主祷文也在说明一部分上帝的属性，对不对？他是父他那个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统统是他的上帝真的是这样掌权吗？我们的使徒信经
是我们的信仰告白。我们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也是在描述上帝的属性。我们每一次长老执事在就任的时候，那个誓约里面就提到几个信经，有尼西亚信经，有卫斯敏德信经，这些信经都在描述上帝部分的属性。对上帝的属性，你应该去认识、去了解，而且你要深信一件事情：上帝的属性跟他所做的，从来不会互相抵触、互相矛盾。我这样讲这句话，因为也许我们许多人在读过哲学，有那个两难的问题：上帝是全能的，他应该造一个石头，他搬不动的，造不出来，就是他不是全能的。像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误解了上帝的全能的属性，跟他所做的、所行的不会冲突，不会矛盾。其次呢，我们从第二件事情、第二个方面来认识上帝，从受造物、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来认识他。罗马书第1章那个20节就讲了，从受造物，我们都能够去明白、去了解上帝的永能跟性质。闽南话、台语的话，把它翻译上帝永远的关联跟性质。受造物可以帮助人认识上帝吗？我们再回头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1到3节，那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下面第3节，万物借着道而造，凡受造的都是为道所造。由道所造，借着道所造。这句话反过来就讲，万物借着道所造，那个意思也在讲，道存在万物里面，对不对？道存在万物里面，所以从万物当中，你可以认识道，可以认识上帝。我们就从几个例子这样来讲，想一想，天上的日月星辰有没有道理？为什么太阳都会从东边出，从西边落，而且每一天春夏秋冬如此循环？它又不会脱轨。太阳日出跟日落就是一种道。月亮有没有道？月球有没有道？星球有没有道？那星球的运转，它有一定的轨道，日积月累就这样走，有没有道？有道。那月亮它有圆缺，它圆缺会影响海水的涨潮跟退潮。月亮有没有道？月亮有道。春夏秋冬有没有道？弟兄姐妹，春夏秋冬有道春天万物就更新长芽。那个秋天就收割，秋天就落叶，冬天就寒冷。春夏秋冬这样的变化，
是有道理的。所有的植物就跟着春夏秋冬这样的变化，气候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道。下雨天、晴朗天、阴天，都是一种本身气候的变化，就是一个道。那花草也是一种道。那花草的存在，上帝创造花草，不同的花草，不同的地域，寒带地、热带地、温带地，所有的花草植物，它都有生存的本能，它都有生存的能力。那个本能，那个身体的构造，谁造的？上帝造的。所以花草本身就存在着那个道理。我们台湾很喜欢去秋天看枫叶。秋天看枫叶，秋天一到，时间一到，那个绿色的叶就开始变黄。这个时间一到，你不要敲钟，也不要去告诉他，也不要用闹钟，它很自然的，它的生命的反应，它就会开始变黄，然后落叶，然后春天再来，它又重新冒芽。这树木本身、植物本身就是一种道。台湾有高山的寒带，有温带，也有平地的低海拔的热带的雨林。动物也一样，动物本身每一种动物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、爬的、水中游的，每一种动物，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道。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察？你所认识的昆虫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昆虫，那个昆虫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道。那个昆虫本身的存在就可以帮助人去明白那个创造主上帝。我们的动物，天上飞的有所谓的候鸟，时间一到它就来，时间一到它就走，也不会迷路。那鲑鱼也一样，它出生的地方隔了几年，它又回到它的出生地，也不要引导它，它也不会迷路，也不会过期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动物本身就是一种奇妙，它本身就是一种道理。我们不要讲动物，就讲我们自己。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，那个睡醒了，你梳洗之后，更换你的衣服，你都要照镜子。不晓得你会就对你的本身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觉每一天的照镜子，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：上帝真的是 No.1。就像那个我们的诗篇第139篇第14节所说的：“我受造是奇妙可畏。”人是真的很奇妙，不但是奇妙，而且是可敬畏。人的复杂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透彻，即使是父母也没有办法透彻他的孩子，即使夫妻睡在旁边几十年，也无法透彻他的另一半。人真的是复杂到可畏。人是真的很奇妙，我们的身体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
它本身存在的位置，那个位置为什么要排到那里呀？那个位置都是最好的位置。肝胆就排在一起，所以肝胆就相照。我们的身体，上帝所做的安排，我们的身体的构造。今天政府在提倡垃圾分类，我们的身体早就垃圾分类。你不觉得身体早就在做？上帝创造的身体本身就是垃圾分类那个液体、固体什么样的食吃进去，那到最后，液体就是液体，固体就是固体很奇妙而且很彻底的垃圾分类我们的身体呢，有些地方你会一直剪，它会一直长，就像头发跟指甲。有些地方一年只长一次，而且是长一定的长度，就像我们的牙齿，终生只换那么一次，而且长到足够了，它就不长，幸亏不长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许多地方那个位置都非常的奇妙，那眉毛不会一高一低那个眉毛、眼睛、跟鼻子、跟嘴、跟耳朵，这个存在本身就有一个道理。眼睛2个你要多看耳朵2个你要多听嘴巴1个你要少讲这上帝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道理。从你的身体构造，从我们周围人的身体，你去发现上帝，认识上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但是从上帝的受造物，我们可以认识他，就是从道成肉身，从道在人间这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可以来认识上帝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满有恩典与真理。上帝的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，在哪里我们当中是我们的哪里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住在我们的制度里面，住在我们的政治里面，住在我们的社会、经济、教育各方面里面，上帝的道都存在生活各方面，道在人间。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人的文化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发现那个道理的存在，从那个道理让我们去追求那永恒的上帝我们的生活里面，生活情境、生活经验，也是一个认识上帝。我们可以从生活经验里面去认识上帝。生病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机会，遇到难处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机会。人的工作、职业也是认识上帝的机会，读书也是认识上帝的机会。圣经有好几个例子那个打鱼的、捕鱼的彼得、西门，他从职业捕鱼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。那个保罗呢，
从他的偏见里面，他对基督福音有偏见，他就从他的偏见里面去认识了主耶稣了。那圣经里面许许多多，就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去体验上帝。所以，不管你的成就、你的生活情境是非常顺利，是凡事亨通的，那个是记得，那是恩典。生活就是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生病是不是恩典？说生命是恩典有点奇怪啊，但是你用心去思想的时候，生命真的是恩典，至少让你去领悟，应该保养你的身体，至少领悟一件事情，我不是那么健壮厉害，顺境也一样，逆境也一样，碰到困难也一样。碰到困难那是恩典，那上帝给你的机会、时间已经到了。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处处有恩典，处处有真理。每一件事情的本身都是有道理，每一个行为本身都有道理，因为道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的知识也一样，知识，我们从幼稚园从出生开始，从母亲、父亲这样教导，到去学校，到去读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留学。那知识本身是让人去明白上帝人知识越多是越丰富我们越有力量，越能够做许多事情，我们越有竞争力。圣经讲智慧的人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是力上加力。有智慧、有知识，那是力上加力，很好的一件事情。知识让我们可以去发明几件事情，发明很多东西。我们的用词叫发明，其实是应该发现，因为那些东西还没有发现之前呢，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的利用我们所得到的知识，将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加以组合，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对我们生活上有利益、有帮助的事情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知识越丰富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知识越扩展开阔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是认识上帝的器具，认识上帝的工具，因为那也是恩典。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真理。我记得几年前，那个诺贝尔物理奖，那得主是一个英国的教授，他发表得奖感言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这个宇宙都是物理现象，没有所谓创造主。”弟兄姐妹，没有物拿来理无物它有理无理就是有物，你唔知有理，有物才有理那物从哪里来知识越多，
让我们越来越谦卑。你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道，你认识的越完全、越全备，那范围越广阔，我们就越知道自己的有限，在这个创造主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像沙子一粒而已圣经常常讲，上帝是奥秘的，上帝是奥秘的上帝。那个申命记29章29节说，奥秘的事属于上帝，明显的事属于人，想不通的是属于上帝，想得通的是属于人。上帝是奥秘。那个奥秘呢，我们就举个例，就像一个东西，圆的东西，360度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下子看360度，我们只能看某一个点。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不管是读书的、没有读书的，是老阿伯老阿母老阿姆是博士或者是教授，你所认识的都是一个部分有些人认识上帝只是一个点，那个点就让他的生命跟生活成为祝福。有的人认识上帝，他是一片的，比较大片的，角度比较大的，那个认识也不比别人更宽广更多，也不值得我们去骄傲，只是上帝让我们领受的更多，也让我们更谦卑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样思考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从穷毕生之力，我们终身之力，你都要去用心去深知我所信的上帝，而且是完整的明白，而且是越来越广阔的明白，而且是越来越深度的明白，终身这样也明白上帝，终身领受上帝的恩惠跟赐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将圣经的真理赐给我们，借着圣经，借着上帝的受造物，借着道在人间，我们可以认识上帝。借着生活上所得到的许许多多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认识上帝。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年岁越多，越认识上帝越深，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信。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